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大人大種，台語安尼寫，大人大種。華語的老大不小，台語講大人大種，嘛會使講大母人大母種。上主要是咧指責大人的行為舉止像囡仔同款，毋捌代志。你攏大人大種啊，要遐幼嬰，伊內心要遐重，是啥物時陣才會大漢呢？你攏已經大人大種啊，要像囡仔安尼搖把叉，實在是嚇死嚇靜。啊，你攏大人大種啊，要甲敘事咧計較，會互笑啦。你攏大母人大母種啊，要不時咧惹禍端，互士大人操心八百。大人大種，嘛有淡薄仔迄種士大人感嘆囡仔大漢啊，是骨頭硬啊，講袂聽迄種意思。像講嘿啦嘿啦，你大人大種啊，是骨頭硬啊，有家己的主張啊，攏無咧甲士大人訓導啊。今仔日的台語字，大人大種，大母人大母種，實在真趣味。